讲到咱台湾的歌戏，也要对着时代伫咧行。棉花园戏剧总团因的当条演员孙翠芳，加一寡歌戏动作完整放伫咧电脑内面，用元宇宙的方式，互观众通好伫咧戏剧空间内面看歌戏表演。棉花园也当咧规划，要甲这元宇宙融合到歌戏的一个教学，要用科技来帮助歌戏的传承。操控戏剧世界内底的进步，就通设置的元宇宙内底，小解棉花园戏剧总团的博物馆。棉花园参流行歌手集团合作，甲经典戏出和上主明正玉编做全新的歌曲，结合元宇宙的影像，互观众新的看戏经验。每一年棉花园总团拢咧思考，我今年出来的新戏，我到底要安怎甲现代的观众做结合？做交流。北欧他们用了歌剧，再加上摇滚乐的做法，然后融合出很现代、很新颖的新的音乐模式。然后那歌戏呢？歌戏是Taiwanese opera。纯粹香港歌戏自古以来就是一直随时代进步、对咧改变的传统戏曲，每一年拢爱变出新的出头。亲像即摆为了创作元宇宙内底的戏剧角色，棉花园表示，除了开大钱，也真考验演员的耐心。辛苦的地方是孙老师要同一个动作真的是 N 遍。那我有帮他统计，最少的一个动作做了42次。孙翠芳为了让电脑列出上完整的动作，每一个动作都要斟酌做真侪摆才通完成。棉花园表示，即款电脑内底已经有孙翠芳的戏剧角色，所落来规划用这个戏剧角色融入歌戏教学课程，让歌戏的传承通更加多元、更加利便。记者吴林玉凯台北报道。